各位兄弟姊妹，夜晚好啊！今日同大家傾下啲可能令你個心離一離嘅話題，準備好未啊？我知好多人聽到人性兩個字就想擰頭，但係咧，其實諗深一層，我哋同森林入邊嘅動物係咪真係差好遠呢？生存同繁殖呢兩個最原始嘅本能放喺我哋人嘅世界，咪就係錢同感情咯。錢關乎你食唔食得飽，瞓唔瞓得暖，感情同關係咧，背後咪就係爭取繁殖機會嘅戰場咯。動物界夠直接啦，但係人叻啲啊嘛，我哋會將呢啲慾望包裝得好靚仔靚女，變成貪婪同執着。好啦，坐穩啦，同大家分享11點，可能令你背脊涼一涼嘅人性真相，早啲睇透，早啲醒覺啊！第一點啊，記住啦，心軟嘅男人咧，成世都難發達；心軟嘅女人咧，好易被人佔便宜。心軟睇落好似好大方、好善良，其實係蠢，係落藥啊！自己蝕底晒去成全人哋，你估人哋會多謝你咩？人性同動物性一樣㗎，專蝦善良好欺負嘅，你越係軟弱，人哋就越係對你狠。所以做人要有底線，善良要帶住啲鋒芒，呢份好心係無價，但絕對唔可以俾人當係免費任攞任使㗎。第二點，靚女梗係養眼啦，但早過賢淑嘅先會令你個心安樂。記住啊，喺你自己未夠本事之前，千祈唔好俾下半身牽住個腦走。如果連褲頭帶都管唔住，咁就唔好怨自己成日喺社會度做人肉提款機啦。記住啊，任何人同任何關係帶俾你幾多快樂，將來好可能就要你付出幾多痛苦嚟還㗎。一時衝動上咗頭，諗清楚啊，分分鐘要用成世嚟還㗎。第三點，太易得到手嘅嘢咧，人係唔會珍惜㗎。辛辛苦苦先得到嘅，先會當佢係寶。點追都追唔到嘅，永遠都係最好嘅。得到過又失去咗嘅，就一世記住。係咪好奇怪咧？永遠都係得不到嘅在騷動，被偏愛嘅都有恃無恐。呢啲唔係咩欲求不滿啊，呢啲就係我哋講嘅執念，好難放低嘅。第四點，講個古仔你聽，有個木匠斬咗棵樹，整咗3個桶，一個裝糞嘅叫糞桶，人人見到都擰頭走開；一個裝水嘅叫水桶，個個拎嚟用；一個裝金銀珠寶嘅叫珠寶箱，人人當寶咁供奉住。桶係同一個桶嚟㗎，但因為裝嘅嘢唔同，命運就天差地別。你個腦就係呢個桶啊，人哋點樣對你，同你本身係點樣嘅人無關㗎，只係睇你個腦入邊裝緊啲乜嘢，裝金裝銀定裝草，決定咗人哋點睇你。第5點，好多人當住你面見到你天上有地下無，轉個頭就踩到你一文不值。要用到你嘅時候咧，好說話講盡晒，一有利益衝突咧，轉頭就做住啲衰嘢。今日你同佢推心置腹，聽日佢就敢令你痛徹心扉。你企喺山頂，有幾多人仰望你？你跌落谷底，就有幾多人踩低你？有利益吸引時，有幾多人跟住你？冇着數俾人時，就有幾多人掉低你？習慣呢啲虛偽啦，同太陽一樣唔可以直視嘅，就係人心啊。第6點，諗深一層，如果呢個世界所有嘢都免費任攞，咁啊大件事啦，根本冇人會去認真解決問題。所以啊，求人幫手，一定要俾足着數。人哋話唔使客氣咧，係人哋嘅客氣說話嚟噶。你如果當真咗，就係你唔識做啦。佢要唔要同你俾唔俾係兩回事嚟噶。社會邊有免費午餐噶？如果真係有咁好彩撞到，你要打醒12分精神，分分鐘係最貴嗰餐嚟噶。第7點，邊個好易信人？咪就係未受過傷嗰個咯。話而冇咩可怕嗰啲，梗係未俾火寒親過啦。人有千副面孔，個心隨時會變。知嘅唔好講晒出嚟，聽到嘅唔好全部相信。千祈唔好高估你同任何人嘅關係，好多時就係你最信任嗰個。教你學識咩叫唔好信任何人，承諾聽下就好。最實際係睇住自己手上有幾多籌碼，多啲講人性點運作，少啲講人品點高尚啦。第8點，飲1000杯酒都未必飲到個真心朋友，請人食1萬次煙換翻嚟嘅可能係虛情假意。所謂嘅人情世故啊，只係解決到表面問題，背後嘅本質咧，永遠只係睇你本身有幾多價值。你有用嘅，自然有人關心你；你冇用嘅，根本冇人會真正在意你。唔好怨乜嘢世態炎涼或者人情薄過紙，
窮喺鬧市都冇人問，富在深山都有人尋。以前係咁樣，而家都係咁樣，將來都唔會變㗎。第9點，人大個咗咧，就要學識收埋兩樣嘢。第一係心事，第二係本事。心事要收喺個心入面，講咗出嚟就變咗人哋茶餘飯後嘅故事。本事要收喺手入邊，露得太多鋒芒，分分鐘變成害人害己嘅禍端。識得發光但唔刺眼係一種境界，識得收埋鋒芒扮下傻係一種策略。真正嘅強大唔係睇你表面有幾鋒利，而係睇你內在有幾堅韌，有幾掌控得到個局面。第10點，話自己飲極唔醉嗰啲，其實係飲得少咋。話自己以德服人嗰啲，9成係打唔贏人㗎。話自己唔會沉迷美色嗰啲，可能係根本冇機會遇到靚女咋。話自己扮怕名利嗰啲，多數係爭唔贏咋。聖人喺書本度㗎，現實生活邊有啊？擁有過先有資格講放低，經歷過先有資格講睇破。唔好咁迷信嗰啲將自己擺到好高位置嘅人，一時話人生如夢，一時話萬法皆空。講真，實在啲啦，腳踏實地啲啦，先將父母、老婆仔女照顧好，咩都值得啦。最後一點，成功嘅人啊，個個都係睇透人性，甚至識得運用人性嘅高手。失敗嘅人呢，通常都係對人性有啲好離譜嘅誤解。記住呢個金句啦，順住人性去做事，逆住人性嚟做人。最後送多幾句精華俾你。其實啦，講說話要識得令人舒服，但做嘢要識得保障自己利益。表面要謙虛，行動要夠果斷，表達要婉轉，處事要夠狠，該示弱時要示弱，關鍵時刻要夠決絕。記住啊，呢啲唔係咩大道理，通通都係血淋淋嘅人性真相嚟㗎，記入你個腦啦。